你問一個輸咗3年嘅交易員，佢覺得自己缺少緊咩？10個有9個會話要學更好嘅技術，要更準嘅指標。但係如果你問一個穩定盈利3年嘅交易員，佢靠咩贏？10個有9個會話心態、風險控制同紀律。三角支柱模型，把交易能力想象成一個三角支柱，三個支柱分別係心態、風險、紀律。任何一個支柱倒塌，成個架構都撐唔住。第一個支柱，心態。心態唔係叫你要開心正面，係叫你對結果要有正確預期。交易係一個概率遊戲，就算你有60%勝率嘅系統，你仍然可能連輸5次。你需要嘅心態係接受虧損係正常嘅一部分，唔好因為連輸就懷疑成個系統，唔好因為連贏就覺得自己無敵。每一單係獨立嘅，上一單輸咗唔代表呢一單一定贏，上一單贏咗唔代表下一單唔會輸。第二個支柱，風險控制。喺你有穩定盈利系統之前，你最重要嘅任務係保住本金。每單風險唔超過戶口2個百分比，每日最大虧損唔超過戶口6個百分比，觸及上限，當日停止交易，冇例外。第三個支柱，紀律。計劃嘅價值喺執行，唔喺設計。你設計咗完美嘅計劃，但唔跟，計劃等於廢紙。紀律係你情緒最高嘅時刻，依然按照情緒最低時制定嘅計劃行事嘅能力。場景應用示範。阿強有一套完整嘅交易系統，過去3個月回測勝率達65%，風暴比1比2。但係過去1個月，佢按自己嘅感覺改咗計劃3次，止損各改咗1次，仲多加咗2單計劃外嘅交易。結果雖然系統應該係有盈利，但係因為佢頻繁改動，最終虧損咗。問題唔係系統度，係喺執行度。如果阿強嚴格按照計劃，1次止損都唔改，一單計劃外交易都唔做，佢嘅月末結果係盈利狀態。3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，用情緒彌補技術缺陷。呢次特別有把握，於是加大倉位，但感覺唔係有效信息，只係情緒。加大倉位唔會提高準確率，只會放大虧損。錯誤2，連贏之後放鬆紀律。我最近狀態好好，唔使咁嚴格啦。連贏只係代表你暫時順境，唔代表你嘅判斷力提高咗。最危險嘅時刻，往往係你覺得自己最準嘅時候。錯誤3，把學技術當成替代品，再學多一個指標就可以更準。不斷學新指標、新策略，但係基本執行紀律從來冇建立。技術係加分項，但係心態、風險、紀律先係入場券。連入場券都冇，技術再好都冇用。總結3個問題，自我評估一下。第一，你上個月改咗幾多次止損？多過2次就係紀律問題。第二，你有冇交易日誌記錄每一單嘅入場理由同出場結果？冇就係系統問題。第三，你虧損之後第一反應係增加下一單倉位定係復盤？增加倉位就係心態問題。心態、風險、紀律唔係高深嘅道理，係每日都要練習嘅基本功。將呢3個基礎建好，你已經超越咗市場上90%嘅散戶。下一集我哋進入模組 B 風險與倉位核心，正式講單筆最大可接受虧損應該定幾多？